呢場喺陶瓷球場上演嘅華倫西亞打比，除咗係面子之爭，仲關係到歐聯資格。維拉利爾依家以45分排西甲第3，同排第5嘅貝迪斯相差7分，而華倫西亞就仲喺下游掙扎緊，以26分排第15位。雖然兩隊排名差得幾遠，但華倫西亞近期表現開始有翻啲起色，啱啱先以2-0贏完利雲特。反觀維拉利爾就陷入咗小低潮，近5場波只係攞到2勝1和2負。今場波嘅數據模型受兩隊主力缺陣嘅影響好大，特別係主隊維拉利爾嘅進攻核心踢唔到，對火力有一定影響。維拉利爾嘅摩利路絕對係今季嘅大發現，佢入咗9球加4次助攻，喺摩蘭奴缺陣期間撐起咗成隊嘅進攻重任。另外前鋒米高達斯亦都有8球進帳，腳風都幾順。華倫西亞進攻就極之依賴曉高杜羅，佢入嗰8球已經佔咗全隊入波嘅28%，可以話係唯一嘅搶分點。無疑預測維拉利爾勝率53.48%。華倫西亞踢打比戰通常都會超水準發揮，而維拉利爾已經連續12場聯賽保持唔到清白之身，所以今場兩隊皆得分嘅機率非常之高。